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3月18日，香港樓市氣氛持續升溫，新盤同二手市場都有唔少新動向。講到新盤焦點，鴨脷洲可話最吸睛。宏安地產旗下嘅 CoAstal 全盤正式沽清，最後一伙特色戶即將以招標形式推出，入場價預計每尺要逾27,000蚊，顯示市場對優質臨海項目仍然有強勁需求。至於同區另一焦點項目 Deepwater South 第6A 期首批93伙正式登場，折實價低於1000萬嘅單位都有選擇，對上車客嚟講仍有一定吸引力。九龍區方面，九龍灣浩日亦傳出喜訊，短短一日內售出2伙3房大單位，合共吸金超過2100萬，成績唔錯。港島東嘅柴灣海德苑亦交出亮眼成績，單日連環沽出4伙，成交總額超過3000萬，為本月成交榜再添一筆。而南豐發展嘅南首項目就宣布首度開放現樓示位，預計星期四起會推出5伙特色戶招標，為港島南岸市場再度升溫埋個伏筆。宏安地產動作連連，除咗 CoAstal 全數沽清，旗下位於鴨脷洲嘅同系新盤 Portal 預計會喺下月接力登場，繼續延續南區豪宅熱潮。可以話鴨脷洲成個區今年將會係市場焦點之一。另一方面，睇返二手市場方面，整體氣氛雖然略為受新盤分流壓力影響，但係個別屋苑表現仍然企硬。以馬鞍山錦泰苑為例，一個高層海景2房單位吸引多名買家洽購，最後更有買家追價14萬成交，反映市場對景觀靚盤仍然有支持。另一邊，太古城再創新高，2房即王單位3年以來首次升破1000萬關口，可見東區藍籌屋苑嘅抗跌力。唔止港島區，青衣翠怡花園都有成交亮點，一個同層曾有事故嘅2房單位以400萬易手，詳情業主持貨30年，帳面仲賺8成半，成為城中熱話。大埔龍城堡則有蓮花園戶以1178萬成交，持貨13年，漲升約2成。而元朗 YOHO Town 個別單位成交依然活躍，二手市場整體保持穩中向上，買家入市意欲明顯提高。雖然10大藍籌屋苑上半月成交量略為減少，但據市場數據顯示，例如沙田第一城嘅尺價依然錄得升幅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維持喺150點以上水平，顯示整體樓價走勢仍然堅挺。除咗住宅市場，商業地產方面都有新消息。招商局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公布2025年度業績，全年錄得收入人民幣4.32億，可分派收入達人民幣9630萬，每單位全年分派港幣0.0968元。基金同期成功收購香港首個學生住宿項目，並且優化融資結構，負債率維持穩定喺42.3%，每單位資產淨值約港幣2.85元。呢個舉動顯示，商業及新興資產類別嘅投資機遇依然受到資本市場青睞。整體嚟睇，新盤密集登場，推售氣氛熱烈，帶動市場焦點重回一手市場。不過，二手交投雖然短期受壓，但係價格仍企穩高位，顯示需求支持力強勁，投資氣氛回穩。隨住發展商陸續推出新一批現樓招標單位，加上銀行利率走勢預期穩定，短期內樓市仍有望維持正面走勢。